屈家長開舞蹈班，校長老公收錢。涉嫌開5000蚊天價舞蹈班嘅約克中英文幼稚園，尋日見完天主教區之後，承認行政處理未盡妥善。咁陳副主教呢係解釋舞蹈嘅活動同埋呢個主日學呢係需要經過所屬嘅堂區呢係批准啦，同埋係唔應該收費嘅。咁校方係同意，同埋係接納呢個主教嘅指示啦，亦都已經係要求家長嘅組織呢係會將嘅支票咧係交翻俾家長嘅。讀完聲明就雞咁腳咁走，校方聲稱搞手係家長，但係上星期五派嘅通告寫明開班係配合家長擔心仔女冇宗教背景難入心儀小學，仲話聯絡咗教區，上完堂可以喺2012年復活節領洗，冇提及仲要通過教區神父嘅評核。最奇嘅係通告叫啲家長將支票抬頭寫俾呢一間永貴國際有限公司，老闆正正就係幼稚園校監馮禮成，亦都即係校長嘅老公。學校所屬嘅區堂聖德肋撒堂亦都話，約克從來冇按規定向佢哋登記開班，上完堂先至嚟評核，唔一定有得領洗。有家長就鬧校方向錢看，仲卸責俾佢哋，要求教育局取消宗教因素納入小一計分制。教育局就話已經提醒咗幼稚園唔可以亂收費，違規就觸犯咗教育規例，唔排除起訴。